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新一集嘅北美稅務學堂。今日要同大家介紹一個常見嘅問題，就係大家喺賣自住屋嘅時候報稅需要留意啲乜嘢。咁好多客人都會問我啦，賣自住屋咧最緊要有啲乜嘢要留意，報稅要點樣報？今日大家要學嘅咧就係呢個叫做121 exclusion， 咁啊出自稅法嘅第121條。咁呢條條例講啲乜嘢咧？就係話 in general。你賣自住屋嘅話，只要如果你單身嘅話唔超過25萬，夫妻合報唔超過50萬嘅話咧，大家呢一個 transaction 係 not reportable 嘅，所以大家係唔需要擔心嗰個稅務係點樣，只要大家唔賺超過呢一個錢嘅話咧，咁就唔需要報嘅。咁啊，有好多人就會問，係咪第一次只係咁樣，或者係第二次、第三次嚇？呢個121 exclusion 係unlimited 嘅，你係咁賣自住屋就得㗎啦。咁係咪咩自住屋都賣得，或者點樣定義呢個屋係咪自住屋先？咁呢間屋係一個自住屋嘅話咧，要符合2個條件。首先你要自己喺過去5年曾經要住喺入邊2年，咁呢個先至為之一個自住屋。個 ownership 嘅 requirement 咧就係話，起碼呢一間屋都係要 own by you 或者 your spouse， 即係你或者你嘅配偶都要擁有個擁有權。咁係喺過去5年裏邊，你只要滿足到2年咧就符合㗎啦。咁有啲人會問，自住屋係咪一定要連續咁樣住咧？咁答案係唔需要嘅，因為咧自住屋咧其實係你只要滿足到過去5年入邊，只要滿足到24個月，係任何嘅24個月加埋起身，你都可以滿足到呢個121 exclusion 嘅條件嘅。咁有啲特殊情況，咁你要賣咗間屋或者係放棄間屋嘅話咧，咁呢個121 exclusion 係點樣計咧？假設你用唔到2年或者住唔到2年啦，你亦都可以攞到一啲部分嘅 exclusion 嘅，譬如話你只要係身體有事，可能就係有啲醫療狀況啊，或者你突然之間工作上邊，譬如話你而家喺 Illinois 做緊嘢嘅，咁可能你要突然之間搬咗去 Florida 嘅，咁呢個時候你賣咗 Illinois 間屋咧係有部分豁免嘅，咁呢個係屬於121 exclusion 入邊嘅條款。咁具體情況歡迎大家諮詢我。如果大家覺得今集嘅內容係有用嘅，歡迎大家 like 留言同 subscribe， 多謝大家。咁頭先講到咧呢一個121 exclusion 咧係豁免咗大家將呢一個買屋嘅 transaction 報喺呢個 tax return 上邊嘅，咁但係有啲情況咧你依然都係需要報翻喺呢個 tax return， 但係留意翻只係報翻喺個 tax return 度嘅，係唔需要交任何稅嘅，只要你唔賺超過25萬或者50萬，係唔需要交任何稅嘅，只係需要申報嘅啫。咁係咩情況之下需要申報咧？就係你收到一張 1099S， 咁你就需要申報喺你個 Form 8949入邊，咁連埋你個 Schedule D 同埋你嘅1040一齊上報俾政府，就係咁多啦。